Hello，大家好，咁我係健康教練阿 wing 啦，今日咧邀請咗 Morgan 同我哋分享嘅，咁我哋今日咧嘅主題，因為就係夏天啦，好多朋友仔咧都會開始着短褲噶啦，咁然之後最容易露出嚟嘅咧就係我哋嘅大髀啦，咁有朋友仔用個咩方法咧去減大髀嘅咧？我哋都可以問下 Morgan 大師，其實咧減大髀係有啲咩方法？咁我咧就搜集咗啲資料啦。咁佢就話網上面啲人就講啦，做機啦係最常見到。你有咩見解咧？做機減大髀呢個方向？要睇下佢嗰個機嗰個原理係點樣咯。即係因為我自己都唔係好熟啲機嘅，反而我對運動啊或者你自身點樣血液循環啊，或者卡路里啊，或者淋巴嗰啲會熟啲咯。咁做機都不外乎可能佢係促進你嘅血液循環啊，或者有啲譬如溶脂啊，可能佢打散你啲脂肪，等你容易啲消脂啊。但其實講到最尾咧，你自身可能你自己做運動啊，或者你自己嗰個身體結構啊，身體嘅新陳代謝啊，對於個減大髀比較重要咯。咁另外啦，除咗咧做機，因為唔使喐瞓喺度，所以啲人就覺得係最推崇。最緊要係咩咧？就係課金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啦，我都聽好多就係拉筋啦，因為啲人成日話大髀好脹啊、凸起咗啊，就拉筋可以放鬆，令個線條靚啲嘅。係嘅。咁如果即係可能大家都有做過普拉提啊、瑜伽啊或者伸展嘅經驗咧，做完嗰種運動之後咧，咁你個大髀好似瘦咗1寸、瘦咗2寸，其實係咩嚟嘅咧？其實本身我哋個水咧有好多血液循環啦，譬如靜脈啦、淋巴啦，有啲水分咧未能夠翻到去個主循環度，所以有啲叫虛胖，有啲水腫嘅情況啦。咁你做伸展瑜伽、普拉提咧，咁你促進翻相關位置嘅血液循環，將嗰啲咧虛胖嘅血液循環嘅水分咧帶翻去個主循環度咧，所以無論望落去啦，或者度上去咧，都係會好似瘦啲嘅。又舉個例子啦，譬如有啲人做開運動嘅，可能譬如好似你啦，或者其他人做開普拉提啊，即係成日跑步啊，你望落去嗰隻腳個線條啊，都會靚少少嘅。咁呢啲就係個運動長期運動帶出嚟嗰個效果咯。而可能佢返 office 工，成日坐又冇得做運動，再加上可能食嘢好濃味嘅，咁就會有一個水腫嘅情況出現，就容易啲有嗰種虛胖，個大髀就會粗咯。另外啦，除咗你話拉筋之外啦，其實而家好興都跑步。係啊，有對腳就可以周圍走、周圍跑到。跟住而家又好興一種叫做超慢跑啊，冇錯啦。咁跑步一定係用下半身發力為主啦，咁就好符合你頭先講嗰樣。令個血液循環，咁係咪跑步亦都好有效嘅咧？呢個係啊，其實好多運動啦都有效啦。有時咧個運動本身唔係重點，你點樣做嗰個運動係重點。我諗你都有聽過，有啲人跑步隻腳越跑越粗嘅，係啦，主要係關咧佢譬如跑步個技術啦。跑步個量啦，跑步個速度啦，都會影響佢嗰個大髀個粗幼或者個肌肉嘅表達。咁呢啲可能好深你未跑過步又未必知道。咁我簡單啲講咧，就係若果佢跑步用好多大髀個四頭肌嘅力嘅，就坐住落去，坐晒重心好低去跑嘅，咁咧有機會個大髀就會好容易跑到好粗啦。咁但係因為有啲跑步可能個跑姿靚啲嘅，或者個技術好啲嘅，用多啲個盤骨嘅扭動啊，用多啲個核心肌群去跑啊，咁就會令到佢啲肌肉就用得平均啲啦，個大髀就冇咁易粗啦。再加上本身跑步佢可以消脂啦，又促進血液循環啦，咁所以越跑嗰個大髀就個線條就會好靚咯。但係就首先要啱，跑得啱先。有時我成日都講樣嘢，即係好多嘢都冇話啱唔啱嘅，就係你點樣嘅訓練就會帶俾你點樣嘅身形咯。即係舉個例講啦，譬如保特跑100米、200米，一定係大隻啲嘅，因為佢需要爆發力啊嘛。咁你馬拉松選手話佢就即係日跑夜跑係啦，咁一定係手有腳有嘅。咁呢個就係咁邊個跑法先係啱？唔好話啱定唔啱，就係你想有咩身形，或者你想你個身體個體能個表達係點，你就進入嗰個訓練，你就會達至嗰個身形咯。所以又調翻轉講啦，喂你譬如水腫啊、大髀粗，其實就反映咗可能你嘅生活、你嘅腳嘅循環啊，或者可能你食嘢啊，都係反映咗喺你隻腳上面咯。
好，係咁最後一個啦，咁話我都係有做開少少運動嘅，咁喺運動嘅界別裏面咧，成日都會講噶啦。如果你大髀粗，就有機會係要練臀，你個 pat pat 夠力啦，咁拉翻你隻腳去，咁上翻去啲力，咁就冇咁容易大髀粗啦。係啦，啱嘅。咁我相信即係如果大家有做過可能普拉提、瑜伽、伸展各種嘅運動啦，都會講其實我哋嗰個臀咧，相對上係難發力嘅，因為我哋譬如成日坐喺度啦，我哋要坐喺度啦，坐得多咧嗰個盤骨即係坐懶咗啦，即係我用啲 layman 啲坐懶咗啦，咁個令到個臀冇咁容易發力嘅，所以好多人咧你望落個身形咧。個腳大髀粗啦，但係個 pat pat 冇乜肉嘅，而好多譬如女士啦，好想話練到蜜桃臀，個 pat pat 好挺，個大髀又唔想咁粗嘅，其實就更加要在意嗰個即係臀發到力咯。咁再深層次啲啦，有啲人個臀發唔到力咧，係因為佢個盆腔咧散開咗，個盆底肌啊，係聽過？散開咗。係啦，有冇聽過盆底肌啊？都大概知係邊個位置。係啦，咁我帶咗個模型翻嚟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個盆底肌個位置啦。好多時個盆底肌咧，如果佢冇咗個協作啦，或者佢發唔到力啊，喐唔到嘅話咧，你個盆腔就會鎖死咗。咁你周圍盆腔，譬如你嘅臀大肌啊，甚至你上到去橫膈膜嘅呼吸咧，單腳嘅平衡力咧都會影響咗喎，因為個盆底肌咧對於你嗰個盆骨嗰啲微動好緊要嘅，佢未必好大動作喐到你嘅，但係如果你個盆底肌個 function 個功能係好嘅話咧，你譬如單腳企啊、呼吸啊，或者甚至你練臀啊，嗰個效果都會好啲嘅，同埋個大髀唔使食咁多力嘅，因為個槓桿原理嚟嘅，你個盆底肌都係核心肌群之一啦。你嗰個肌肉係越近你個核心咧，你就用越少嘅力咧，你都做到嗰個動作嘅。但係如果你個肌肉越遠你個身軀嘅話咧，你就要用好多嗰個力咧，你都未必完成到嗰個動作嘅。咁呢個係一個叫做鞭打效應嚟嘅，你個核心係越好就越好咯。咁練呢個盆底肌有冇啲咩特別嘅運動？或者其實嗱，我自己係有練開普拉提嘅，其實佢個原理係咪都類近，都係練翻我哋嘅核心咧？我哋成日講係啦，嗱類近嘅，譬如你接觸到譬如普拉提啦，有練啦，普拉提又冇咁熟啦，瑜伽都好多有練，瑜伽有個叫 Mula Bandha，即係類似縮肛咧，佢有啲呼吸方法咧，佢會令你嗰個盆底肌，係啦，個抽氣係啦，某啲動作咧，佢特別會練呢個收縮嘅，係啦，咁呢啲都係練到嘅，或者有啲人譬如練氣功啦，嗰種縮肛啦、提肛都有嘅，係啦，咁我都即係介紹下啦，我自己係國資身心運動中心嘅創辦人啦，咁個國資運動咧就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咧，就係協助翻你個核心肌群。係當中有好多嘅動作啦，譬如透過呼吸、透過喐動咧，佢係會令你嗰個盆底肌咧同你個神經聯繫翻咯。咁你就喺冇意識嘅情況之下咧，你都可以用翻你個盆底肌。咁而其中一個叫做side benefit 啦，或者即係副作用啦，就係你個大髀唔使咁出力咯，你就會慳力啲咯。同埋好得意嘅，即係我哋成日做運動咧，會追求發力，發好大力，係啦，但係就嗰個力係咪真係你嘅肌力，或者你真係用得啱咧？因為好多時咧，好多盲力出咗嚟嘅，其實好多動作唔需要咁大力嘅。我成日即係譬如啲學生上嚟，譬如有痛症又好啊，有其他東西都好啊，我都會同佢簡單做一啲譬如單腳平衡嘅動作啊，一啲協調嘅動作啊，我就會睇到佢嗰個盆底肌嗰個協調性啦，或者一啲嘅呼吸嘅動作啊。當佢個盆底肌冇協調性，然後做翻個盆底肌協調性之後咧，佢就會即係成個動態咧會好順暢、好優美嘅。你成日見啲人咧，即係動作一格一格，就係好硬啊，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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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就係其實唔協調係啦。其實就係個深層肌肉咧，佢冇咗嗰個聯繫，所以就好似一格一格，同埋佢啲動作咧就淨係得 A、B、C 揀嘅啫。A、B 冇中間嘅，唔好用英文字，會用數字啦，就可能一係0，一係5，一係10，佢就做唔到0、1、2、3、4、5、6、7、8、9、10嗰個動作嘅。所以即係我成日話，如果你要即係養生啦、身體好啦，你一定要多角度、多方位你都可以喐到啦。即係最好就係一啲即係平衡啲嘅運動、平衡啲嘅動作咯。所以譬如普拉提啊、瑜伽啊或者各式運動都係好做到嗰個盆底肌拉翻起嘅，係啦，就係咁樣。好啊，咁咧，我哋今日嘅結論就係，原來瘦大髀
原來都關我哋嘅盆底肌事。係啊，咁都有好多方法嘅，除咗盆底肌，咁我都戴個頭盔先，即係基本上你跑步啊、食嘢啊、做運動啊、減肥啊，其實全部都得嘅。係。只不過眾多方法嘅其中一個方法就係你可以去即係有一個新嘅思維去睇下個身體，因為從來都冇人好認真去睇過我哋個核心肌群係點樣協作、點樣用咯，係啦。咁如果你哋都想咧試下呢個覺知運動班啦，又或者係我哋嘅普拉提嘅話咧，都歡迎大家下面留言㗎。或者你有其他咩減大髀嘅方法，或者都想試嘅話咧，都歡迎大家過嚟。呢個係頭盔正面具，呢個係盆底肌。我哋下次見，拜拜。拜拜。Thank you。